1月17日，在正在举行的政协第10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大昭寺高僧尼玛次仁表示，希望能够立法规范宗教符号等不被滥用，保护宗教文化。尼玛次仁1年来就法轮、经筒、唐卡、袈裟、经幡等只有佛教寺院、宗教界才能使用的宗教标志被乱用的问题做了深入调研。尼玛次仁带来了一本相册，其中有许多他在微信、微博上收集的和自己拍摄的不伦不类的照片。尼玛次仁举例说，大昭寺大门顶上的祥林法轮是佛教的标志，只有佛教团体才能用，现在被滥用到酒店等一些建筑上。我们一进大昭寺最醒目的一个标志是大昭寺这个大门顶上的那个祥林法轮，那是佛教的佛徽，佛教团体是可以用的，寺院是可以用的，其他地方绝对不可以用。这个法轮是我们佛教的佛徽，只有佛教才能用，它是高贵的，是崇高的一个标志。尼玛次仁说，宗教代表的是和谐，但近年来有些模特把最纯洁的佛教唐卡、佛画、经幡等穿在身上进行表演和展示。有些影视作品中还有穿着佛衣袈裟、手里拿着刀剑且杀人的暴力场景，这些都极大破坏了宗教原有的和谐的意义，是对宗教感情的极大伤害。所以要制定一部强有力的法律法规来管理宗教标志，保护宗教文化。我们的宗教代表的是和谐嘛，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和睦，人家就践踏这些宗教的情感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宗教感情。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有一个很有力的法律法规来管理这些东西。尼玛次仁说，国家提出要把西藏建设成为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但这种不利于保护宗教文化、影响民族团结、伤害僧尼和广大信众的事情，对宗教文化的纯洁性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应该出台有力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和杜绝，以更好地保护藏地宗教文化。